孟娟，希望你读到这一封信的时候，已经没有这么气我了。我对你是认真的，我想被咖喱做回。这些是禁书，你知道吗？说，你们在台湾还有哪些同伙？我跟冰城通信的事情早就被监控很久了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这一生人最重要的恋情，却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了。请你挽留我，我爱你。